教练的好像是单独哈，哦，出水芙蓉出现了，哇，厉害厉害！折返，折返。平常我们都是透过了钟瑶他自己的，不管是 Instagram 啊，他的脸书啊，我们看到他近9年的最新款的潜水表，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BR0392。Diver Black Max 一体成型的高科技黑色陶瓷的，现场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也麻烦钟瑶帮我们好好的照顾一下每一个来到现场的媒体朋友们的拍摄相机喽。也特别提到，今年的夏天稍微休息一下，你是刻意为了潜水然后休息的吗？不是，但是只要不拍戏，我大概就是在水里。刚开始对于这个没有蛙嘴、没有氧气筒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潜水，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喜爱？是因为小孩女吗？没有，我其实以前非常的怕水，但是很不相信，所以对我来说，能够先学休闲潜水，就是背那种气瓶的，其实是第一步。可是我对于要把面镜拿掉，脸碰到水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恐惧。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这一生不可以就这样子就是躲起来，我就决定要学自由潜水。那个时候，自由潜水在台湾还没有那么盛行。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对于自由潜水的印象就是它很危险，它是一个很危险的极限运动这样。但是也透过了一些就是心理上的障碍，花了一段时间才克服对水。所以就从开始考到第1张自由潜水执照后，然后开始不停的挑战深度，然后再来再加上自由潜水有的时候不时会跟我的拍戏、我的角色拍戏会结合，所以水下拍摄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种极限运动。真的。